浩然宗第36代弟子江灵儿，恳请圣祖出关。血煞宗魔头率众夜袭浩然宗，夺走宗门至宝，掌门战死，宗门再也抵挡不住他们的第2次进攻了。江长老，你就别喊了，圣祖闭关10几年毫无动静，或许早已破关失败。如今血煞宗有圣境的魔祖坐镇，咱们就几个天境长老，浩然宗恐怕没希望了。住嘴！圣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只要圣祖一息尚存，浩然宗就不会灭。我相信师父，他一定能突破2重。这股气息，莫非圣祖突破了？浩然宗有救了！有救了，太好了！啊，快看，弟媳！哪有滴血？那是流星！不好，砸向老祖闭关的密室了！10年死关，老夫连破2重，今已是天下第一。从今往后，我看谁还敢辱我浩然宗！老夫一脚把他踩成偷袭！你，老魔头，你不讲武德！老邓，你突破了又能怎样？还是抵不过我的一记掏心爪。你的修为，你的门派，统统都是我的养料。等着，我先吸干你，再去吃了他们。现在老子才是天下第一！谢天谢地，软着陆。这狗干哪儿来了？我他妈看个仙侠片还穿越了！喂！完了，我砸死人了！天外飞仙，砸得好！老夫还是天下第一！不是，大爷，你谁啊你？圣祖，你没事吧？流星没把你砸死吧？什么情况？该不会是来给我捉拿归案的吧？圣祖，弟子来救你了！已经秒杀10境强者，前辈定是隐世高人。松手啊！再不跑来不及了。这是天意。这是圣族信物，拿去替浩然宗报仇，杀光魔教，否则我化成灰也不会放过你。大爷，谁砍的你找谁去啊？我没有修为的呀，你让我去不是送死吗？恭喜宿主，觉醒圣祖扮演系统，宿主只需要扮演圣祖，守护宗门，便可获得奖励。系统？下面发放新手大礼包，宿主获得圣祖法衣、圣祖令牌、圣祖戒指。
系统，你别光给我圣祖的身份呢，圣祖的修为和法力你还没给我呢，你这不是让我去死啊！圣祖！妖然，受死吧！Hello， 圣祖，不是圣祖，你是何人？胆敢闯入圣祖破关圣地，说，是不是血煞宗奸细？系统居然能帮我看到他们的修为，天境3重，天境6重，天境7重，修真界等级似乎为人境、地境、天境、圣境，每境9重。这不一个手指头就给我摁死了吗？我还扮演个球啊！若任务失败，宿主立刻被抹杀。说话！这就是个误会。各位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狡辩的机？哼，不必多说。圣祖闭关前早已圣境1重巅峰实力，差一线便可突破2重大关。而你，容貌青春，周身并无半点灵力波动。高系统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修炼者都是人精，一眼就发现我是个冒牌货了。等我死了，变成乌鸦，在你们所有人头上拉屎。恭喜圣祖破境成功，不愧是遮天神功啊！我江灵儿身为一峰峰主，眼光毒辣，竟然无法看出圣祖身上有灵力波动啊！恭喜圣祖！圣祖高深莫测，表面看起来却比我人境1重的修为都低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都行？有没有可能是我根本就没有修为啊？师父，真的是你！青兰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师父，您一定要为掌门师兄和弟子们报仇啊！师父，还好师父您破关成功，浩然宗有救了。师父神功果真神奇，突破后连容貌都返老还童，比以前更英俊帅气了。多谢夸奖，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本来就是我的帅脸啊？疑心病啊你，怎么还试探我？此人分明是个凡人，却能在我天境3重的威压下如此气定神闲，难道是我多心了？发什么呆啊，云长老？那圣祖你不认识？圣祖的法袍你还不认识吗？圣祖的法袍早已通神，旁人穿上定会被上古神炎焚毁。哦，这法袍这么厉害，还防盗，幸亏这是系统奖励的。云烟愚钝，竟未能识破圣祖返璞归真的至高境界。如今血煞宗猖狂，屠我弟子，毁我山门，而且还下了战书，欲彻底灭我道统，还请圣主出手，护我宗门。求圣主出手，剿灭血煞宗！你们的圣祖已经死了，我只是个战力0.5的渣渣呀，自己的小命都未必保得住啊。本座刚刚出关，消息滞后。反攻魔教之事需从长计议。各位先行退下，守好山门。圣祖，你不出去主持大局吗？出去送死吗？我留在这里挖地道逃跑才是正经事啊！本座要留在此地，巩固修为，以便更好的剿灭血煞宗的凶徒啊！原来如此，有道理。谨遵圣祖安排。发现血煞宗卧底奸细，任务发布，请宿主扮演圣祖斩杀卧底，任务完成可获得奖励。奸细？那不就是来杀我的？事后奖励有什么用啊？
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，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你们刚才拜的这位圣祖，其实就是一个破镜失败、毫无修为的废物。本座今日要亲手摘下他的心肝，好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做绝望。这特效是真翻拍啊！来的怎么这么快？本座乃血煞宗护法明渊，我在圣地外潜伏数月，亲耳听到老东西油尽灯枯的惨叫。真正的圣祖早就死了！你敢污蔑师傅？污蔑！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个小子浑身空空如也，分明就是一个没有丝毫修为的凡人，不过就是捡了老东西的遗物，在这里装神弄鬼罢了。啊，好强的威压，天境8重，圣祖小心！天境强者是大白菜吗？连卧底都这么强？怪不得圣祖让我们先走，原来早有防备。圣祖早已发现血煞宗奸细，避免打草惊蛇，想要暗中悄悄处理。不愧是圣祖啊，洞察力真是恐怖如斯啊！发现什么？开挂我都没有发现啊！原来如此，还是江长老最懂圣祖。可惜我们没能觉察圣祖深意，给圣祖拖了后腿。那就拿命来吧！本座今日便要将你抽筋扒皮，挂在山门外，好让浩然宗彻底绝望！圣祖怎么还不激进？我记个锤子劲！我根本就没有修为的好吗？圣祖是在嘲讽明渊，你不配让我出剑！竟敢耍我，找死！区区一个鼠辈，还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！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打不过抓紧时间叫增援，不然等着被团灭了。当然知道，圣祖乃圣境高人，碾死一个区区天境妖魔，哼，如同砍瓜切菜。我等只需要在旁边观赏圣祖英姿即可。圣祖放心，我等自知实力不及，今日定不会贸然出手，免得打扰你对付这人的节奏。我们会替圣祖加油助威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别呀！你们这样我好没有安全感的。一群被耍得团团转的蠢货！既然这样，那就瞪大眼睛看清楚，本座如何捏爆这个冒牌货的狗头！不愧是我浩然宗的圣祖啊，连一根小手指头都没动，就把这天境妖魔给震成重伤。圣祖的修为真是恐怖如斯啊！真的是我干的，也是他碰瓷儿吧？恭喜宿主打败魔教卧底，奖励法宝冰灵圣泉1瓶，可灭火。灭火？
我又不炼丹，我要灭火器有什么用？不可能，你分明没有修为，你定然是用法器作弊。对付你一个蝼蚁，本座还需要作弊？差点把圣祖的戒指忘了，确实是神器，吓死宝宝了，腿还在抖。敢卧底我浩然宗，本座还以为你有什么依仗，太弱，连给本座提鞋都不配啊！是啊，就你这水平也敢刺杀圣祖，哼，笑话！圣祖威武！圣祖威武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差点忘了，濒死的天境八重也不是我能惹得起的。想不到圣地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居然也有卧底，这太危险了，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江长老，你将此人处理掉，其他人跟我回宗门。是。是。紫霄玉剑，这可是由女娲娘娘补天的石头炼制而成，可是天境9品的宝物。哇，不愧是圣祖啊！身上随便掉出来一个小玩意儿，都是顶级法宝啊！是啊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天境9重的法宝，圣祖都不看在眼里。不愧是圣祖啊！果然如同本座所料的一样，你还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。方才你就是靠着这个法宝才挡住本座的全力一击的，对吧？你胡说！戒指分明是因为圣祖破关被震坏的。自欺欺人罢了，这下没了法宝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还拿什么挡！不好，他在燃烧本源魔力，想用魔教秘术将实力提升至天境9重，挡不住的。挡不住也要挡！所有弟子后撤，立刻回浩然宗通知正月长老。对，赶紧回去搬救兵啊！想不好，晚了吧？都被本座一起下地狱吧！不好，还要牺牲所有人的灵力自爆。圣祖，不行啊！这些弟子都是地境以下的修为，他们真撑不了多久。袁长老，不可对圣祖无礼。圣祖此举必有深意，他绝对不会看死不救。深意？我有什么深意啊？我的修为还不如这帮弟子呢。我不要灭火器吗？没想到啊，竟然还有傻子相信你这个废物！一群脑子被狗啃空了的蠢驴，都给本尊陪葬吧！真有用啊！就这点本事，那就给本尊去死吧！啊，这半瓶啊！狗系统，你下辈子能不能多给点儿？啊！天境9重！
遮月长老，这就是遮月长老，这腿不，这实力天境九重，我的金牌保镖来了。哪来的骗子，胆敢冒充我宗门圣祖？你活腻了吗？脾气这么暴，怎会如此轻易被我得手？你为何不躲？快得跟闪电似的！我一个没有修为的渣渣，我怎么躲呀？我蝼蚁之力，为何要躲？遮月长老，你误会了，他是圣祖啊！圣祖，圣祖白发苍苍，灵力浩瀚，此人不过就是一介凡人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遮月长老住手！师父早已返璞归真，你我不过是天境，看不出是正常的。周身分明没有半分灵力波动，在我天境九重的威压下，竟然丝毫不慌乱。要么没有修为，要么就是超脱圣境以上的大恐怖之存在。可超脱圣境，这闻所未闻啊！血煞宗杀死掌门，又屠了我一封弟子，现在还下战书挑衅。你说你是圣祖，为何刚刚又袖手旁观？遮月长老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在你来之前，圣祖重伤卧底，这要让我带回去审。若圣祖是叛徒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人灭口呢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审了？我就是让你灭口。那魔头贴请8重修为，若非师父出手，我们3人绝非他的对手，今日都得命丧此处。你既是宗门圣祖，刚刚的魔教歹人吸收灵力，想要自爆时，你为何不阻拦？问得好，我也想知道你为何不出手呢？说话！哼，灵儿，你来告诉他。我？圣祖果然知道只有我最懂他，我绝对不会辜负圣祖的信任。你们当真不知道圣祖是为何意？圣祖故意不出手，就是为了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顺便检验一下你这10年来的闭关成果。因为圣祖早就知道遮月长老你已经出关赶来了呀。我又知道了。检验我？刚才遮月长老的双寒九州剑又快又准，想必圣祖十分满意。遮月长老，你再想想，这宗门里哪有那么多天境九重能给你练手的呀？圣祖这是在磨砺你的剑道。原来如此，是遮月短视了。望测圣祖深意，实在羞愧，望圣祖恕罪。这就忽悠瘸了。圣祖宽宏，不会追究的。各位，明日便是战书中的斗法之日，血煞宗不知道圣祖破关归来，必然毫无防备。到时候咱们杀他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言出法随啊？居然有死后的传讯法宝，圣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你们留下我开溜了。检测到血煞宗上门挑衅，任务发布，请宿主扮演圣祖，在斗法大会击败血煞宗，任务完成，奖励修为。修为？我怪徒儿明渊天赋极高，200年内定能突破圣境，如今竟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要踏平浩然宗，替他复仇。噬魂长老稍安勿躁，明渊实力天境8重，浩然宗几个宗主都未必是他对手，怎会如此轻易的被抹杀？去探查浩然宗消息。师父，宗主，浩然宗圣祖已破圣境出关，现在高手来杀渊儿！看来那位圣教的确复活了，而且实力到达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步。这老怪物之前就是圣境2重，如今横空出世，怕是整个吉州都没有对手。爹，怎么办？浩然宗本是我血煞宗掌中之物，
难道就这样放弃？他想突破圣境，哪有这么简单？那圣境以上，每一重关都是生死关，实力不进则退。那老东西可未必守得住圣境。合欢宗宗主凤潇潇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和你谈一桩生意。就凭你，连我准圣境一招都接不住，也配与我血煞宗联合？圣境，你突破了圣境！卡瓦罗，听说你给浩然宗下了战书，本宗主也要同去。事成以后，我要浩然宗圣境里的一个小玩意儿。好，凤宗主与噬魂，一个圣境，一个准圣，浩然宗这次死定了。就这么办，等灭了浩然宗，东西凤宗主先挑。爽快。不过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我二人联手，催动圣境法宝探查一番，看看那老祖到底几重圣境。好。3个天境9重，浩然宗底蕴果然还在。等等，这法宝显示浩然宗没有圣境，连圣境级别的法宝都无法探查，难道对方是超越圣境的大恐怖？不可能，一定是那老东西冲关失败，修为退回了天境9重。说不定是死了呢。区区天境可不足为惧，噬魂长老早已一只脚踏入圣境，就算他们3个天境9重一起合力，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爹，我要一起去，我要亲眼看着他们跪地求饶。不错，宗主放心，我这就去灭了浩然宗那帮虾兵蟹将，为我徒儿报仇。他们霸占圣地300年，如今也该吐出来了。好，本宗主等你们凯旋而归。系统，你说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奖励我修为，能奖励多少？能不能让我直接突破圣境，横扫大陆啊？关键时刻又掉链子，不行，我得躲躲风头。我可是真凡人呐，哪里打得过血煞宗的高手？这奖励我也没命拿呀。比斗在即，圣祖一个人想去哪儿？莫非是要撇下我们独自逃走？圣祖，您不想为掌门报仇了吗？他可是您的大弟子啊！你行你上，让我一个凡人去送死。圣祖之前每次行事都有深意，这次定然也不例外，不能让他们打扰了圣祖的安排。要不还是摊牌吧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害了大家，早早解散跑路啊！早就说过你们不懂圣祖，宗门里能让卧底潜伏了30多年，谁知道还有多少眼线呀？圣祖若是这个时候将计划全盘托出，岂不是要让所有人都自陷险境了吗？云长老，你最大的毛病就是以自身的境界去揣度圣祖。大家不是看到了吗？刚才只有圣祖没被那魔教妖人吸收灵力，此法只对圣境之上和毫无修为的凡人无效。咱们圣祖可能是凡人吗？不可能。可我真是凡人呀！圣祖高瞻远瞩，实力雄视天下，我们只需要服从圣祖，相信圣祖。我居然突破到人境6重了！我也
也突破了，是因为昨日在秘境里因圣祖的试炼而激发了潜能。我也突破天境8重了，谢谢师傅。果然，都在师傅的掌握之中。师傅算无一策。这也行？现在大家知道圣祖的良苦用心了吧？圣祖无时无刻都在替咱们宗门着想。放心，咱们浩然宗有圣祖坐镇，血煞宗的挑衅不足为惧。今日圣祖就会替咱们掌门报仇，我们死战到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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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我只是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呢。里面的垃圾抖出来！今日就是浩然宗覆灭之时。一个圣境，一个准圣境，还有一个天境8重。这血煞宗竟然和合欢宗联合了，这该怎么办？这位长老，宗里能打的都在这儿了吧？不，还有2位长老与圣祖一样，刚刚过关，现在正在圣地稳固境界。不过，若是宗门有异动，他们可以随时破关出手。与圣祖一样，那岂不是圣境强者？这帮长老真能唬人呢！宗门分明有这么多圣境高手，偏偏逮着我一个羊毛薅，这可吓死我了。那这里离闭关地远不远？打起来动手来得及吗？放心，就算在闭关之中，长老们也能瞬间出手。哦，那太好了，这不就稳了吗？不过是2个刚突破天境9重的长老，圣祖为何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？不对，圣祖一定是为了稳定军心，故意这么问的，目的是让弟子们安心。不愧是圣祖，方方面面都如此擅长，我还有的学呢。本以为人族霸占苍蒙圣地这么好的修炼地盘，能修炼出许多高手，没想到就你们几个废物，这也敢接魔族的战书？哼，看来是真活腻了。谁先出来受死？区一个天境8重，还敢在这阴狂吠？今天本座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。青兰，去，给他一巴掌。是师傅。混蛋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叫人打我！躲在一个小丫头后面算什么本事？还不快乖乖滚出来，受死！我呸！你个大爬虫，就凭你也配杀我们人族圣祖？我看你那损样，我杀你我都倒胃口。你呀，不如自行了断，免得我们家圣祖吃不进去饭了。你说这个没有半点法力的蝼蚁是你们的圣祖？我看你们浩然宗怕是要完了呀！果真是一个经脉空空、灵窍未开的废柴凡胎！我血煞宗一个狗的法力都比你强，亏本尊还以为你们浩然宗藏着什么遮掩气息的法宝。有趣啊，有趣！看来外面那些传闻是真的。他们那个老不死的圣祖破境失败，魂飞魄散，死得掉渣了。找出这么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虫子来替代，还天下第一宗门，我看都是野鸡派吧。住口！师父神通无量，返璞归真，岂是你们这些修为浅薄之辈能窥探的？装模作样，在这里一口一个圣祖叫的。行，你不是圣祖吗？滚出来，与我一战！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吃得住我这一拳。你一个天境巅峰，在这嚣张什么呀？圣祖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打你妹啊打！我拿头打呀！前叫我刚上去，后叫你们就得给我收尸了。怎么，
不敢了。也是，蝼蚁尚且偷生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白费力气了。你们把浩然宗圣地和宝库双手奉上，然后你们所有人集体跪下，给我磕100个响头，我就赏你们一个全身。女的全杀了，不过这个所谓人族圣主皮相不错，留着给我。本宗主要让他为我暖床。变态！这群小娘们长得不错嘛，倒是符合本尊的口味。你找死！太好，赶紧把他们都杀了，我等着领奖励呀！正月长老威武，打爆这个丑八怪！妖虫小技，也敢卖弄！我操，秒了！你居然已经达到半步圣境了！是啥意思？比遮月还猛！最强战力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住，换我上岂不是连渣都不剩？这把死定了！堂堂圣祖竟然让一个娘们儿顶在前面送死，你们浩然宗没人了吗？啊！快看，那圣祖的腿已经打摆着了。依我看，他是被噬魂长老吓得尿裤子了，难怪不敢出手呢。圣祖慈悲为怀，不屑动手，你们倒好，不知珍惜。但凡圣祖出手，就算你们再来3000个，也比不过。圣祖，快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我给他颜色看看，我给他个调色盘行不行？你们这是要搞死我呀！怎么害怕了？不如这样，本尊大发下慈悲，让你们这群废物一起上。我让你们300招，如果我输的话，就把我脑袋拧下来，给你们当守门狮子。300招，你说真的？先让他们把宗门里的法宝上去轮番轰炸一番，这么大动静，绝对能吵醒那2个闭关的圣境大佬。哼！我呸！你个魔教的杂碎！你以为我们圣祖会中你这种低级的激将法吗？想让圣祖落下一个以多欺少的名声？做梦！其实我……圣祖是什么身份？你不清楚吗？对付你们这些垃圾，就是用一根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们碾成渣。我们圣祖啊，让你们300招！我让他们大言不惭，那你们就好好受死吧！死的是你们！浩然宗弟子听命，都退后，好好欣赏一下圣祖至高无上的圣姿，看圣祖是如何翻手间打败这些魔教妖人的。退！江灵儿了，你这是真的怕我不死啊？圣祖抖抖手指，就捏死你们这帮臭虫！胡说，圣主一根手指都不用，他自己就死了。没想到小小的蝼蚁推到了台前。我没有，他们扯淡呢。哼，那么你这条贱命，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不是说好让我300招的吗？你怎么搞偷袭啊？狗系统救命啊！你猜不出来，我给你差评。混蛋！难道我神功大成了？闭关多日，浩然宗竟然遭到了覆灭打击！快出去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！怎么回事？方才我好像感受到远古圣境的力量。你是故意的！刚才毫无修为的样子，全是伪装！你就是骗我上来送死！一个没有灵力波动的凡人，如何引动如此天地之威？师傅的实力，岂是你等小小爬虫能窥探的？
今日你们都得给我死去的掌门师兄和弟子们陪葬。能不能来个人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哼，区区几个魔教的杂鱼进犯，竟然祭出了圣祖令牌，激发了护山大阵。莫非是有人盗取了圣祖令牌？再看看，若真是灭宗危机，你我二人再联合出手。怪不得气息如此熟悉，原来圣祖激发了创派祖师周道成留下的五行绝杀阵。五行绝杀阵，护身大阵，此阵法消耗极大，只有圣祖圣牌和圣祖才能激发此阵。不到危机关头，不会随便的启动，就连掌门被杀害时都没能激发阵法。哦，原来是令牌救了我，新手大礼包承不起我呀。不过圣祖对付一个区半圣，为何要如此耗费法力？难道说圣祖你只能靠令牌？不是吧？你们修仙者能不能不要这么敏锐？这就发现了。你们不过是借助外力才能伤人的蝼蚁而已。哼，像浩然宗这种护山大阵也不过如此，也未能伤我分毫。的确，这护山大阵所释放的能量的确不够强悍，而且大阵所释放的能量是以激发者注入的法力有关。圣祖，你此举实在是令人迷惑呀。你哪头的？这个时候要是被拆穿，不但浩然宗的人不会放过我，魔教那些人也会吃了我的。系统啊系统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别又装死啊！差点又被那群笨蛋带了节奏。我刚刚竟然在怀疑圣祖，圣祖行事岂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？圣祖把手背在身后，背，意思是有备无患。我懂了。姑奶奶，你想想办法。我猜对了，圣祖果然是在用这几个杂鱼测试祖师留下的护山大阵，说不定还想改良大阵。毕竟如果大阵能够正常运转，掌门也不会死，不能让他们暴露圣祖的计划。圣祖的良苦用心我明白。我希望你是真的明白了。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了？发现护山大阵护不住你了？你放心，本尊捏死你很快的，一点都不疼。我呸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嗷嗷叫唤，圣祖杀你犹如屠野狗。刚才那是为了给你留口气，给你个自行了断的机会。放肆！臭丫头，你连我都敢侮辱！本尊今天就把你们全部都杀了！不是你干嘛？林峰，护山大阵就是你最后的底牌了吧？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激活了这种上古大阵，但是你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废虫。嘿嘿，像这种准圣级别的攻击，我不相信你还能发动第二次。你说你惹他干什么？我是让你想解决办法，没让你制造问题啊！看圣祖的表情，果然很满意我的表现啊！我猜对了，圣祖就是让我激怒他们，好测试护山大阵，我得加把劲儿。是灰野狗，还是识相点，乖乖拧下你那颗无用的大脑袋吧，放在我浩然宗门口当石狮子。看什么看？你们也别闲着呀！我浩然宗的门口足够宽敞，足够摆下100头石狮子。找死！噬魂长老，我们一起上！好，哼，一个准圣境，一个天境8重巅峰，我看你这次会不会死？如果我这次没死，我一定要狠狠堵住江灵儿的嘴。师傅小心！
噬魂长老，你怎么样？接连2次被5行绝杀阵正面冲击，丹田和灵脉尽碎，已经彻底死了。什么？噬魂？可是准圣境！恭喜宿主成功扮演圣祖，利用护山大阵击杀血煞宗强者1人，奖励圣祖光环。使用时能让人有1分钟时间相信你就是真的圣祖，每天限制使用1次。圣祖光环使用时能让人有1分钟时间相信你就是真的圣祖，发动距离3步之内。我操，什么圣祖光环？我看是夜电灯球吧？我要这特效有啥用啊？闪瞎他们的狗眼吗？还他妈必有距离限制，我被近视就死了好吧？狗系统不给我力量，好歹给我点厉害法宝啊！怎么可能？他分明是一个肉体凡胎的废物啊！此人分明不是圣祖，他们为何对他如此恭敬？再看看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圣祖刚刚不出手，那是为了给你们一个自寻短见的机会。谁叫你们呀？这些人都不知道珍惜。现在你们不怀疑圣祖了吧？我知道了，圣祖刚刚是在钓鱼，故意利用少量法力催动护山大阵，是怕用圣级力量后引动天地色变，这些无辜弟子们抵挡不住。原来如此啊！圣主，您真是菩萨心肠，用心良苦啊！刚才若不是江长老提醒，我等差点就耽误了您的大计啊！这又是什么走向？有一个江灵儿就够我受的了，你们脑洞怎么比他还大呀？他们怎么学会抢答了？圣祖这第2层深意，居然连我都没有看透。不行，我以后要加倍努力理解圣祖，不能让他们抢了我圣祖第1死忠粉的地位。算了，先不管他们，眼下先干掉这帮杂鱼再说。想不到这2下还挺猛的，连准圣级别的高手都被轻易干掉。看来只要我拿着令牌，这帮人来一个死一个，那我还怕个毛？本座刚刚不过是稍微活动下筋骨，你们还打吗？你少得意！我才不信，是你刚刚杀了噬魂长老。如果你真是圣级，刚才那一击我早已经死了。不信？那你可以继续再上来试试。刚才那一下，本座的确下手有些轻，对付你无需费力。圣祖，灭了他！为掌门报仇！灭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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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狂妄小儿！灭了他！今日不管你有什么古怪，让我拿你的血来练我的血煞掌！施法前摇这么长，我要是想杀你，你早死800年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这个煮酒不过天境8重修为，修为远不如死的那个，圣祖为何要一直拖着不动手？莫非还有别的深意？不行，这次我要率先想出答案。系统，再来一次刚才那个金光，把这货给我轰成渣！警告！提醒宿主，圣祖令牌储存灵力已经耗尽，护山大阵进入冷却模式，充能时间99年。我操，这就燃尽了！一次性的你不早说，充能99年，我都够轮回好几回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请宿主积极完成任务。尼玛，果然是我们太笨了，一直猜不透圣祖深意。于是圣祖又给了新提示，圣祖后退一步，莫非是说护山大阵已经测试完毕，自己不打算对这个废物出手了？定然是如此。司金兰，快出手吧！圣祖这是把这个残血废物拿给你练手了。多谢师傅。你个小白脸，居然叫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毛丫头来跟我打，别欺人太甚了！区区天境8重，我带师傅揍你，绰绰有余。受死吧！
吓死爹了！青兰真是我的好徒弟啊！努力，把他干死！哼，我又猜对了，这次还是我最懂圣祖。这是欺人太甚！对呀，圣祖明明可以随手引动大阵秒杀此人，为何还要让青兰陷入苦战？这位长老，要不你出手帮帮他？不能去。为何？云长老，你格局小了。你仔细想想，青兰今日刚刚突破了天境8重，这虽然境界上去了，可是根基还是不稳啊。圣祖啊，这是在磨练他。这煮酒招式狠毒刁钻，是上好的磨招石啊。谁会在这个时候磨练徒弟啊？哼。你看，圣祖这是在利用煮酒给青兰喂招，这可是现场教学呀。你放心，只要青兰还有口气在，圣祖绝对不会出手。磨刀石，喂招！老子堂堂血煞宗圣子，你们竟然把我当陪练的木桩，真是欺人太甚！弟子绝不辜负师父一片苦心。搞心态，你们几个可真是高手啊！好机会，破绽出拳！圣子，师父，他死透了，徒儿没给你丢脸吧？不愧是我宝贝徒弟，真给师父整理，终于躲过一劫，给你记一大功。尚可，下次动作再快点，为师都看困了。是。苏师姐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我的偶像啊！圣祖对苏师姐可真好。此人果然心思沉重，全程自己并未出手，就把血煞宗这些蠢货全部唬住了，还帮那些废物吃了颗定心丸。可惜啊，你们不知道，多年前我见过圣祖。这个冒牌货根本不是圣祖。恭喜宿主扮演圣祖成功，间接歼灭血煞宗另一高手，挫败血煞宗气使，获得修为奖励。修为奖励终于来了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修为奖励终于来了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人境修为9重，从此不必从头修炼，是否领取？我盼了这么久，修为终于到账了，抓紧领取！我再也不想当一个谁都能踩死我的卡拉咪了。不行，这是个陷阱，你怎么不直接奖励我到圣境？现在他们还可以脑补说我修为高深，看不透我，可要变成人境9重，我不就全暴露了吗？先暂着。一位宿主存储修为，检测到合欢宗凤潇潇身上有圣境法宝，任务发布，请宿主扮演圣祖，获取凤潇潇胸前玄天宝珠，任务完成后有奖励。好润的珠子，一看就是宝物，可我怎么进他的身啊？原来也是个不正经的登徒子，正好，老娘在浩然宗还有宝贝要取。小白脸虽然没有修为，但长得还算人模狗样的，干脆练了，拿你来当我合欢宗的炉鼎。圣子和噬魂长老惨死，若不给他们报仇，回去后宗主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对，咱们人多，杀光浩然宗这帮废物弟子，咱们也算赚了。一起上！放肆！跪下！这是闹哪样啊？一个天境9重还想出来冒头，笑话！我血煞宗的弟子，还轮不到你来杀！好强力啊！是圣境1重。怎么回事？
能他真是圣祖？怎么都跪了？难道地上有钱？怎么可能？他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竟如此轻松？难道那种东西没死，真的突破了境界？可恶！真的是圣祖，他就是圣祖！此等圣境威压，我们都难以抵挡。圣祖却能如此云淡风轻，看来我浩然宗这一劫可以安稳度过了。我才是创派祖师后人，我身体里流着祖师的血，凭什么连你也拥护那个该死的老东西？不可能！你分明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冒牌货，为什么能挡住我圣境1重的威压？还一副很轻松的样子。威压？没感觉啊。难道是老道这衣服替我挡住了威压？好悬，差点跟着跪了。这女的也不行，看我忽悠忽悠她。圣境1重，很强吗？威压消失了，果然师傅的修为更胜那妖女1重。明明胜出很多，那个妖女浑身紧绷，而我们圣祖犹如在后花园散步一般闲适。他太淡定了，其中一定有诈。莫非是那老东西故意找了个看似没有修为的年轻躯体，借尸还魂，好给我下套？本座以为你能比血煞宗那2个饭桶有出息的，原来也是如此的孱弱不堪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折辱我？罢了，本座今日不想大开杀戒，你修为不易，带着他们滚吧。圣祖，你要放了这些人，他们可是杀了咱们宗主，而且今天还在这大肆叫嚣，尤其是那个圣女，她已经是圣境修为。是啊，圣祖，那妖女刚刚都骑到我们头上了，不能放她走，杀了她！杀了她！杀了他！现在的年轻人不要杀气那么重啊！护身大阵都进入 CD 了，唯一一个系统奖励还是特效，我拿什么杀？还不走？若再执迷不悟，休怪本座出手！警告，请宿主专注任务，获取玄天宝珠，否则将会被抹杀。你心里上来，一天天催命令，这是策略的吗？你以为能弄上，我乐意比比啊！圣祖一直说要出手，但却迟迟未动，而且还执意要放这些人走。难道说圣祖现在的情况并不适合出手？啊！这你个老六，别瞎猜，猜对了我就死了。难道让那个女人说中了？父亲，你们这些家伙怎么就是不长记性？我早说过，不要乱猜测圣祖的用意。圣祖不出手，自然是有圣祖的意思。难道你们刚刚忘记血煞宗那2个顶级高手的下场了吗？对，师父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对浩然宗心怀不轨的人。这样做一定是因为有一些秘密安排，不方便告知我们。我们只需要相信师父就可以了。不错，你现在很有悟性，已经有我1半的睿智了。谢谢江长老夸奖。是我肤浅了，我只是单纯的打不过啊！你们别再给我加戏了。够了，一唱一和的，还给我演起来了。老娘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一个个在这装神弄鬼糊弄老娘呢。我看你们一个个脑子都是有病。反正今天横竖都是死，老娘就赌上一把。我操，偷袭！这娘们不讲武德啊！好香，好软。不对，现在是讲这个的时候吗？合欢宗怎么能拿这东西考验干部？师父怎么不动了？手还放在那妖女的腰上，这是什么用意啊？糟糕，这次我也看不出圣祖的用意了。单兵不动肯定是最佳的选择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哲月、灵儿，快徒弟们，快来个人救救我呀！圣祖虽然搂着妖女的腰，但眼神清明，显然没有被妖女的合欢散功法迷惑，一切尽在圣祖计划当中。看来我参得不错。你师父一动不动，怕是被吓傻了吧？躲都不躲，怕是根本就不会躲吧？凤宗主不过稍微释放点媚术，就把他勾得神魂颠倒。什么圣祖，
我看呐，根本就是路边一条狗。就是。果然，我猜的不错，你不是圣祖，你身上的气息不对，那个老东西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检测到目标距离已足够，是否开启圣祖光环？哦，差点忘了这灯球特效近身才能用，开启。圣祖光环已开启，倒计时59秒。好高大的形象，好伟岸的身影，在他淡漠的眼神里，仿佛我不过是毫无威胁的蝼蚁，他随意一个念头就能把我抹杀，他好强，我好爱。他这是什么表情？圣祖光环还能让人发情？你们几个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末世苍生的眼神，这浩瀚无穷的力量，我就知道，见你的第一眼，你就是圣祖。质疑你，是这世间最大的愚蠢。原来这才是师父最真实的样子，太耀眼了！这股力量面前，我渺小的像一粒尘埃，穷极一生都达不到您的高度。我竟然妄图用凡人的目光去窥探神明，简直是井底之蛙。这就是大道的尽头吗？不可视，不可闻，不可敌。感恩圣祖降下恩泽，让遮月可以淬炼剑心。疯了，这下全疯了！这到底是圣祖光环还是集体降智光环呀？等会儿他们醒了，不会生死吧？他们在干什么？竟然对圣祖露出如此的表情，尤其是那个云岩。他们呢，定是被邪祟附了身。我早就说过那小子他不对劲。不，也许是圣祖有意为之呢。拿来吧你！我操，特效到期了，这么快！坑爹系统结束了也不提醒我一声，这下被你害惨了！不要离开我！可是奴家哪里有做的让你不满的地方？原来还没有结束啊！不要离开我！你这样让我心跳好快，仿佛穿透了奴家的身体，我的灵魂也被抚慰，让人难以抗拒。手劲太大了，快把我捏碎了！看，有飞机！飞机？会飞的鸡？不要离开我，圣祖，你好好看看奴家的心意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头有点晕呢？好晕啊，可是好幸福啊！我刚刚亲自体会到了圣境力量，就是圣子身上发出来的力量。我江灵儿果真慧眼如炬，至始至终都没看错人。不记得了，可惜啊，没有手机，要不然我铁定给你们刚才那糗样拍下来，嘲笑你们1年。圣祖身上的修为怎么又消失了？刚才明明还是圣境。遮月，你闭嘴呀！的确，圣祖的气息又落回到普通人的状态，而且刚才还被这妖女轻易的近身了。
难道要告诉你，我的特效时间有限，现在进入了 CD， 被他近身是因为我真的躲不开啊！好厉害的净水术法，竟比我合欢宗的魅惑术还要高明，头现在还都晕乎乎的。那是师傅遮天神功的某种障眼法，我们修为低微，自然无法看透。狗屁障眼法，少在那儿故弄玄虚！这废物从头到尾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。你们这些蠢货，竟然能脑补到这种程度，硬生生把一条土狗当成圣境老祖，简直是笑话！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连青蓝万分之一聪慧都没有，回回开口破圣祖好事。回去必须找个机会发配他们去挖矿，以免耽误圣祖的正事。你们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？还要我说多少遍？圣祖被那妖女近身，是因为圣祖故意的。圣祖空门大开，引诱妖女近身，目的是为了摘取妖女身上的那枚项链。别暴露我呀！登徒子，你抢我宝物，还给我！圣祖！圣祖！吓死我了！这真看人，临阵起手啊！原本以为这项链在对敌时是个法宝，可圣祖挥舞时，项链似乎并没有发挥任何效力。圣祖刚刚冒那么大风险，就为了抢个普通项链？难道圣祖喜欢亮晶晶的东西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乌鸦。你们懂什么？圣祖这是干什么？我完全看不懂啊！圣祖啊，这是个宝库，怎么挖都挖不起。我有这么强吗？一招就把圣境强者打飞了？难道我的剑法又精进了？不对，我的修为分明没变啊！师父，那是为何？难道是您暗中出手？当然不是啊！逼急了我一个大逼斗下去，断的只会是我的手。哲月，不必惊讶，不是你变强了，而是他变弱了。意思是说，他的境界已经跌落到天境九重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这珠子不仅是个护身法宝，更是个伪装神器。那妖女就是靠这颗珠子来维持修为。圣祖早就看穿这一点，这才出手夺宝，这就叫釜底抽薪。就是。不愧是圣祖。圣祖，我说的对吧？这位朋友，你很有前途，比灵儿还能鬼扯。我夺宝那是被逼的。圣祖点头了，我终于领悟到圣祖的深意了。不错，你现在已经学会抢答了，不愧是我智慧风的弟子呀！圣祖早已意料到，这凤潇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，之前一直不出手，正是害怕打坏法宝。如今他根本不成气候。真月长老，明白。今日的磨刀石是我的，你拔剑吧！住手！你竟然敢像羞辱那个大虫子一样羞辱我！与我对招，说何羞辱？拔剑吧！今日你我之间必有一战，我尊重每一个对手，必会全力以赴。停！我现在修为受损，未必能招架住他。万一那个老东西趁我二人交手时偷袭，我必定会分身乏术。我和欢宗从未伤害过浩然宗的弟子，而且你们宗门长老的死跟我无关，我也不想与各位为敌。我不会跟你打。不打了，太好了。言之有理，我浩然宗也不是不讲道理。可你助纣为虐，已有取死之道。今日你我之间必有一战。拔剑！你怎么脑子里就是些打打杀杀的东西？你这样跟那些基友哪有什么区别？哲月，圣祖，能和平的解决就不要动刀动枪好吗？万一你打不过，我又得被推上去。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请圣祖您帮一个小忙，当然我愿意以此件圣境法宝
玄天宝珠的驱动之法作为交换，意下如何？圣境法宝。圣境法宝。是吗？这圣祖怎么一点都不心动啊？圣境法宝天下稀有，就算是圣境强者，对于圣境法宝也是趋之若鹜。难道是我还不够有诚意？我连修为都没有，要这驱动之法又有何用？8成也是一次性的。收放随心，这才是圣祖的高明之处。他越平静，那妖女啊就陷得越深。圣祖这是将人心当作戏台，一举一动皆是深意。我得回去好好看，回去得琢磨透。这件圣境法宝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紧紧握在手中片刻，便可自动认主，在敌对时会自动发出圣境威力。这么说，刚才接触时间太短，这宝珠还没有认我。若真能发挥圣境之威，那我岂不是多了一道保命符？上钩了，蠢货！真以为这珠子是这么好拿的？这可是上古魔技，早已被我炼化。除了我，任何人妄图驱动它，都会被自身修为10倍反噬，境界越高，反噬越深。之前轻视你是我看走眼，你能夺我法宝，修为必定不低。这一下，你不死也得魂飞魄散，你就好好受着吧。到那时，浩然宗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此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，热乎乎的，这不就暖手宝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珠子能带来自身修为的10倍反噬，怎么对你不起作用？我操，10倍反噬，这东西是个炸弹呐！幸亏我没有修为，否则不是已经嘎了。这娘们儿好歹毒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那是10倍反噬。这珠子是我用自己1半的修为炼化的，为什么会对你没有作用？难道你的肉身已经修炼到了超脱规则之外了？自己是废物，以为别人也是垃圾？你那1半修为是从脸皮上剥下来的吗？我们的圣祖实力深不可测，就你那下流的功夫，给圣祖挠痒痒都不够呢。法器还我！好骂，不愧是我的嘴替啊！这毒妇起手就要阴我非得给他教训不可。系统，我完成了任务，这玄天宝珠是我的了吧？能不能让他改认我为主啊？该法宝原主印记已为宿主强制抹除。很好，凤潇潇，让你尝尝手榴弹的滋味。连自己法宝都看不住，还敢要回来？长得丑，想得倒是挺美的。那法宝是我们圣祖凭实力拿到的，凭什么还给你？你去死！哎呀，说你2句你还翻脸了？翻脸也只敢嗷嗷叫唤，有本事动手啊！哼，圣祖若不打得你屁滚尿流，我浩然宗的名字倒不来写。行了，灵儿，稳重一点。哼，此物灵气斑驳，徒有其形罢了。既然是你的心爱之物，那便还你。这可是圣境级别的法宝啊！就算是浩然宗也拿不出来几样，他竟然这么轻飘飘的还回去了。此等行径，必是心里有鬼，怕是早和那个妖女勾搭上了。圣祖，果然是个蠢货，装什么大方？等我拿回法宝，让你连求饶都说不出口。看这个眼神，心疼了吧？圣祖此举是为何意啊？知月长老，你不应该事事都依赖于人，应该学会独立思考了。哼，你这个蠢货竟然会自断手臂，很快我就要让你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。3，什么3？休想再糊弄我！
我告诉你，同样的方法2次，在我身上就不会起作用了。等着接受我的惩罚吧。210。炸我！你又炸我！你竟然切断了我与法宝的联系，这不可能有人做得到！不愧是圣祖啊，走一步看3步。我一直以为我在2层，圣祖在5层，没想到师傅一直在九霄云层。这妖女已经重伤，我现在就去杀了她和血煞宗余孽。既然不给人留活路，就一起去死吧！雪芳术，快退！浩然宗圣祖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想跑？没那么容易。哎，圣祖，让他走吧。妖女已经重伤，正是斩草除根的好机会啊！穷寇莫追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万一他是调虎离山，我不就被摁死了？就没了。圣祖，这是放虎归山呢。江灵儿，是时候调动你睿智的大脑了。这次你一定要第一个参透圣祖的深意，否则就地位不保了。我懂了，区一个合欢宗，不过就是一个魔教末流，杀一个靠法器伪装实力的杂鱼宗意义不大。圣祖这是在故意放他走，想让他带路，把他们背后真正想要图谋浩然宗的势力给揪出来。是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竟如此心思缜密。道君，浩然宗的宝贝到手了。无忌道君恕罪，不是属下无能，是那浩然宗圣祖太过恐怖，我的实力根本看不出他的修为。本君赐你的圣境1重修为，在下界就算遇到圣境3重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你是想告诉本君，区一片极州之地，居然会出现一位天境3重以上的强者？你是拿本君当傻子戏弄吗？属下不敢，属下绝不敢欺瞒道君。道君要是不信，你可以看看这个是你赐给我的本命法宝，就被他随手就抹去了认主的印记。这力量是他怎么会去浩然宗那种破落户？难道他也看上了那件宝贝？你跑什么？要什么？要炸了！哈哈哈！强敌已退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！你们呀，还是不够了解圣祖。圣祖做事永远比我们多想10步。你们要多想想，关键点是在哪里，多动动你们脑筋，否则永远都不会进步的。你还开上课了？下一步是不是准备嘎韭菜啊？我知道了，是玄天宝珠。师父故意把玄天宝珠还给他，并不只是为了反噬那妖女，而是为了在里面打上追踪印记，凭借追踪印记灭掉背后势力。对。原来如此。也不对，青兰，你还是太过年轻，只知道其一，不知道其二啊！青兰，求江长老赐教。圣祖对我微微点头了，定然是因为我猜对了，他在鼓励我说下去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胡编乱造出个什么东西。以圣祖的实力，何须如此麻烦啊？或许他早已将力量传送到玄天宝珠之中，到时候那妖女一取出珠子，便可以将他背后的势力给一锅端了呀！是啊。以后故事会没你我可不看。
原来如此，圣祖实力强悍，思虑周全，是遮月肤浅了。原来师傅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说不定现在凤潇潇背后的势力已经被师傅的计策给端掉了。你们呀，高兴就好，高兴就好。是什么情况？那个方向应该是上界无极道君在人间的道场。看这情况，道君修为又突破了呀。上界道君早已突破圣境，抵达神境，举手投足之间都会引发天地异象，不足为奇。道君饶命！我刚才提醒过你了，他会炸。好你个万法道君，竟然敢如此戏弄本尊！要不是本尊修为深厚，不然也遭了你这10倍反噬之道。这仇，本尊记下了。你给我等着，再过几日，我定要让你好看！他是道君，我惹的竟然是上界的道君，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！好一对卧龙凤雏啊！哎，这担惊受怕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了，我得赶紧回去领奖励了。这也太恶心了吧！炸成什么样了都，赶紧销毁。行了，你们把尸体处理掉，看眨眼。师傅别走，徒儿还想跟您多待一会儿呢。等等，尸体碍眼，处理掉。怎么了？尸体叫弟子们搬去乱葬岗就是了。遮月长老，你又理解错了圣祖的用意了呀？啊？我又错了？圣祖如果说想扔掉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说扔掉，而是要说处理二字呢？什么东西需要处理呢？刚刚圣祖走的时候，步伐虽快，但是快中却带着一丝期待。你又想想，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师傅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2个魔头生前都是顶尖的高手，尤其是噬魂，可是半步圣境啊。他们的尸体用于炼制傀儡、提取精血，甚至炼制人丹，都是绝佳的材料。而且云长老最擅长炼丹了，我说的对吗？的确如此，这些确实都是珍贵的好材料啊。至于碍眼，圣祖说的是反话，意思是说这些尸体放在广场上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，不如搬去隐蔽的地方，方便圣祖研究啊。那搬去哪里啊？搬去自然是圣祖的寝宫啊，只有搬去他老人家的眼皮子底下，才能方便研究啊。江长老英明，搬去吧。系统，我刚才的任务奖励呢？虽然我把那个珠子给丢了，但我之前可是实打实的拿到手的呀！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取得玄天宝珠，奖励9重凤真言，并获取无痛一次性体验卡。9重凤真言？难道是上古异兽9重凤的真验？哎呀，这名字听着就很霸道，一看就是攻击技能。快，给我装备上，我要试试。9重凤真言需消耗圣境修为方可催动，威力焚天逐海，可炼制丹药、法宝。宿主当前灵力为0，无法正常使用，是否消耗一次性体验卡测试？当我没说。喂，没有修为能不能退货呀？你还不如给我打火机呢。修仙界就这点不好，多屁股，上哪儿找点吃的呢？有。趁圣祖不在，动作麻利一点。圣祖不喜欢吵闹。是。江长老，你怎么把那个兵哥大也搬回来了？师傅可没说要那具尸体吧？
这就是你思虑不周的问题了。圣祖不说，咱们做弟子的就不做了吗？是青兰太过想当然了，我还得继续努力。云岩长老，圣祖这盘棋下得很大，你这次的任务很重要。江长老，此话怎讲？圣祖这次放走凤潇潇，虽然是为了钓鱼，但也意味着他们的报复很快就会到来。这次只是试探，下一次可就是大军压境了。是啊，我派苍茫圣地的秘境马上就要开启，到时魔教肯定会打着共同寻宝的旗号，要求一起探索，然后再将我们一网打尽。这个怎么办呢？就算魔教的人大举进犯，我手中的剑也会保护大家。那我也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厉害，可是就算再厉害，你们也只是一个人，远远不够。幸好对此圣祖早有安排，刚刚圣祖走的时候，特意看了一眼云长老你呀。圣祖看我？你们把尸体处理掉，看着碍眼。没错，没错，圣祖的确看了我一眼。可圣祖这一眼，他到底是何深意啊？云岩长老，你真的太不敏锐了。圣祖那是无声的命令，他是在告诉你说，在下次魔军到来之前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提升全宗的实力。而提升全宗实力最快的方式，就是丹药和法器呀。哎呦，原来如此！我作为浩然宗的长老，竟然完全没有领悟，惭愧惭愧。这样，我这就回去开炉，哪怕将库存珍藏的全部材料都用光，也在所不惜。拼尽全力，也要为圣祖分忧。为圣祖分忧！为圣祖分忧！为圣祖分忧！丹房弟子出列，跟我走，为圣祖效忠的时候到了。去吧，为了圣祖。小宝贝儿，别挣扎了，乖乖的进我肚子里，争取下辈子早点重开，当个人。哼。太好了，圣祖果然没有发现这鸡是我血煞宗的情报法宝。给我死死盯着他！整整一峰的弟子全死了，我还舍了3个顶级高手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哼，若不是有这只鸡的眼睛给我们传递情报，谁能想到合欢宗的娘们儿竟然背叛我们？合欢宗已经被我带人踏平了，只是没抓到那娘们儿。肯定跑了！不要理会那些爬虫，我现在要知道，那个看起来没有修为的废物，到底是如何虐杀我血煞宗这么多高手。跟紧他，我要知道他的弱点，注意，别被发现了。放心吧，传讯灵机是上任老宗主亲手炼制的法宝，没有半点法宝气息。就算是圣境来了，也只会将它当做一只普通的鸡，除非是神境高手才能发现端倪。很好，啊！怎么回事？信号怎么没了？难道是被发现了？不可能，传讯灵机没有丝毫法器气息。除非对方的神识已经强大到可以穿透一切伪装，就算圣境也未必能做到。可是看他的笑容，就像是等着守株待兔，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一样。这种实力，难道说他不是圣境，是神境啊？难道是上界的岛君？完了，惹到硬茬子了。他肯定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窥视。说不定下一刻就会跨越空间来杀我。不行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嘿嘿嘿嘿嘿，真肥美啊！不错不错，找个地方起锅烧油，炖了你。恭喜宿主摧毁魔教情报监控法宝，奖励顶级傀儡炼制秘法。魔教情报监控法宝在哪儿呢？我什么时候摧毁的？
你这系统出 bug 了吧？还有那个什么傀儡炼制秘法，这咋用啊？不会摇灵力吧？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傀儡载体，此秘法可自动使用，无需灵力。载体生前灵力越强，傀儡越强。总算人性化了一回。个屁呀！我练谁呀？练我自己吗？我当初穿到那个密室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把圣祖给我练了呀？滚蛋！别耽误我炖鸡翅，烦人。嘿嘿。这么近的距离都感应不到我的气息，分明就是个骗子！真不知道那帮蠢货是怎么被你骗过去的。浩然宗啊，真是世风日下喽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等过几日，就是我浩然宗秘境开启之日。届时各方势力云集之际，我便当众揭穿你。浩然宗乃是我周氏所创立，绝对不会允许他落入外人之手。炼丹最忌讳心浮气躁，再取一份材料，不要耽误时间。那个拿过来。时间还是太紧张了，弟子们记忆难以快速提升。这次又要让圣祖失望了。圣祖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里烟雾缭绕的，难道不是厨房吗？圣祖，是不是我丹房有什么异常啊？圣祖，定然是察觉到成丹率低下，弟子们控制不住火候，终究还是惊动他老人家了。我又不是扫把星，难道我出现的地方一定会出问题吗？无妨。本座闲来无事，打了点野味，想找个炉子烤烤。林长老可否借我一个？竟然只是普通的机遇。浩然宗灵气浓郁，若非灵气，只会被灵力撑爆。宗门里绝对不会有气，一定是敌人暗中投放进来的法宝。圣主果然灵敏。咋啦？我不就借个炉子吗？我说错话了？也是，谁家圣祖还吃东西啊？我得赶紧找个借口溜啊！圣祖分明截获了魔教的法宝，却不拆穿，还说这是野味儿，想要烤一下。莫非圣主在敲打我？敌人的探子都到家门口了，我和这些弟子们却不争气，连后勤保障都跟不上。对不起，吓死我了！这地方太危险了，我得赶紧走。无需在意，你们继续炼丹吧，本座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圣祖留步。又怎么了？圣祖嘴上说着毫不在意，又让我们专心炼丹，显然对我们是失望透顶。圣祖百忙中特意前来，目的并非考绩，而是要借机指导我们炼丹，结果我反而迟钝，差点错了机缘。都停手，都停手！你们可知，圣祖在突破圣境之前，便是一位造诣极深的炼药师，在天境9重的实力时，就可以炼制出圣境丹药。哇，坏了，他要害我！不错，圣祖今天特意前来，就是指导大家炼丹的。能够近距离观摩圣祖炼丹，是你们此生最大的机缘。都给我仔细点啊！是。圣主，请。死腿啊！没事往这边溜达什么？圣祖，你怎么还不开始啊？开始什么开始？我会炼个鸡毛的丹啊！这一动手不就露馅了吗？云长老，此事不妥。确实不妥，这么劣质的丹炉怎么能承受住圣境级别的灵力呢？去取一些高级材料来。是。圣祖，咱要炼就用9重凤丹炉。我想不到你云岩也是个老六，这不是把我往火上烤吗？好歹毒啊你！
圣祖一边嘴角微挑，显然是对我的安排十分欣慰。我终于也做到能像江长老一样读懂圣祖的心了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应该按什么顺序放啊？圣祖用手拿起冰灵草，观摩三息。管他呢，不就是炼丹吗？反正都是生火烧菜，跟做饭也没太大区别吧。这丹药还能这么炼？可是每一种丹药的配比应该是严格的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啊！圣祖一下子就将灵药全部丢进去，这巨大的药力难以调和，这种配比闻所未闻，会失败的呀！别忘了，圣祖做事向来都有深意。圣祖这么做是为了告诉我们，不要墨守成规，否则啊，怎么都探索不出新的丹药配方。不对，从来没有一种新的丹药配方是在儿戏的大乱炖中诞生的。莫非圣祖不会炼丹？糟了，这个老狐狸唬不住啊！圣祖，为何不继续了？难道真让我猜对了？圣祖是浩然宗最强丹师，此人莫非真是冒名顶替？若真是如此，这些弟子们就危险了。江长老最是聪慧，我得赶紧让他过来看看。稍安勿躁。不是没人告诉我，我得自己点啊。圣祖为何不向丹炉注入灵力，引动灵火开始炼丹啊？炼丹也得用灵力控火，不能跟打火灶一样，啪按个开关全自动吗？是啊，圣祖，难道您不会点火？从圣祖出关开始，就感受不到圣祖身上的灵力，莫非不是因为遮天功法，而是圣祖压根没有？啊！圣祖，请吧，弟子们可都看着呢。看来今天不点个火，就别想活着出去了。等会儿点火，我不是有个一次性打火机吗？系统，给我使用9重凤真言的一次性体验卡。这9重凤真言，上古异兽9重凤的本命真火，世间绝无可能再有第二朵呀！怎么了？无坚不摧的9重凤丹炉居然炸了，这可是宗门至宝，圣祖真是……哎呀，竟然毁了宗门宝贝，这下要被埋怨死了。圣祖真是太强悍了，这可是能扛得住圣境1击的顶级法宝啊！圣祖的实力真是恐怖如斯啊！但是按理说，圣祖炼丹经验丰富，不应该出现炸炉这种低级错误啊！可悲啊，云长老，你怎么又忘了我的话？勿以己身揣度圣祖，因为你的实力不足以窥视圣祖的1/1000啊！还请江长老明示。很显然，是这9重凤丹炉的问题呀！圣祖如今破境归来，实力自然更上一层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全力推动这丹炉也是情理之中啊！谁知道这破玩意儿根本承受不住，才会炸炉的呀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真是该死，竟然怀疑圣祖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再取一个丹炉，本座再演示一番。宗内已经没有更高级别的丹炉了，还请圣祖收了神通吧。咱今天不炼丹，
不炼丹了。还好，不然呢，扮演老祖是个力气活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，我得赶紧跑路。本座还有要事要做，云长老，你处理一下。不，圣祖，这火灭不掉啊！云长老，你什么时候能拓展一下思维啊？还是不明白？圣祖不惜炸毁这丹炉，也要将上古灵火打散引出，就是要将此造化赐给尔等啊！纵使微末一缕，亦能淬炼灵力啊！原来是这样。明白了，原来圣祖觉得我们炼丹提升修为太慢了，所以赐下真言。江长老，你点醒了我，我这就召集丹方所有的弟子前来吸收这真言。7日后秘境便要开启，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做好准备。哎呀，累死我了这圣祖真不是人当的，一天12个时辰，11个半都得端着架子背着手，连放个屁都不行，否则肯定要被江灵儿那家伙解读成大道之音了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别到时候我修为没突出，我腰间盘先突出了。我500平米的大床，我来了！鬼啊！什么？一响二骂三送礼，不知道是哪位头们这么客气，我先谢谢了。不对，一定是圣祖收到了我命人送过去的3具尸体，正爱不释手呢，心中猛夸，我懂他老人家的心思呢。我不是让他们把他们处理掉吗？这哪个缺心眼的火焰王把他们仨给我整这儿来了？拿来给我陪葬啊！系统爹，你赶紧出来，你把他们仨收了！检测到高阶尸体3具，可消耗傀儡炼制秘法，将其炼制成绝对忠诚的赤炎傀儡。炼制傀儡？对呀，这不就是现成的材料吗？鉴于宿主当前战力为渣，炼制推荐程度99%，赤炎傀儡保留生前全部战力，可自动战斗，是否炼制？自动攻击？那不就是免费的贴身保镖吗？嘿嘿嘿，长得还是挺恶心的啊！练，给我狠狠的练！帅呀！大晚上还挺瘆人的。下去吧。这个点来，不是送命就是寻仇，肯定是那仨同伙来了，来给他们报仇的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！何人竟敢擅闯本座寝宫？出去！原来是浩然宗的人，装神弄鬼，吓老子一跳。装的倒是一派高人风范呐，可惜呀，你体内没有一丝灵机流转的痕迹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骗过那些眼盲心瞎的蠢货，但是你就想骗过我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坏了，来者不善呢！放肆！本座耐心有限，3息之内赶紧离开，否则休怪本座翻脸。
来来来，你倒是给我翻个脸试试！我操，比遮月还厉害，跟那黑脸丑八怪一个等级。完了完了，这次真的踢到铁板了。我乃浩然宗护法长老周阳，更是创派祖师周道成的直系后人。就算是掌门见了我，也得礼让3分。要是让我遇到那些滥竽充数、冒充师祖、败坏师门的弟子，我有权可以直接清理门户。好啊，原来他今天是专程来杀我的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大胆！就算是周道成本人来了，也得对本座礼让3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嘴硬！今日在大殿，我就觉得你不对劲，特意用神识探查过你，你空空如也，身体里面根本没有一丝灵机流转的痕迹。也就是江灵儿那个蠢货能被你骗过去。今日我就替先祖清理门户，撕下你这张伪装的皮，让你神魂俱灭！怕了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，能被准圣境亲手杀死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受死吧！这黑眼圈好像不太对称呢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竟然让他们羞辱我！我要杀了你！哇！哎呀，没想到这几个贴身保镖还挺厉害的嘛，连准圣境级别的对手都能干翻，这下我的安全有保障了。恭喜宿主击败不怀好意的宗门叛徒，奖励大力丸1枚。还有奖励？不过这大力丸什么鬼啊？哎呀，系统，这大力丸是什么呀？是不是吃了以后能让我从此肉体无敌，横扫修仙界？大力丸服用后一炷香内力大无穷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在同级别没有敌手。又是现实道具，还只能同级别无敌？那不就是没有修为的凡人吗？这个屋里除了我，还有这些桌椅板凳，连耗子都有修为啊！我吃它干什么呀？称霸幼儿园吗？哎呀，看来7天以后的秘境，只能指望我这3个傀儡保镖了。指望个屁呀！不行，我得跑，这秘境谁爱下谁下。再过2日，圣地秘境便会开启。万法那个老不死的，明明拥有通天彻地的修为，却甘愿缩在这种破地方装神弄鬼。除了传说中的诸神圣剑，我想不出第2个理由。居然敢用如此下流的手段，坏本尊道心！这次我定要让你狠狠地付出代价。圣剑本就是上古圣器，它只能是我的。无忌道君若亲自出手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未必是对手。什么？秘境圣地提前开启了，我们走。
还不够！把你们的精血和修为统统献给本尊，能成为本尊踏入更高台阶的垫脚石，是你们这群蝼蚁唯一的价值！卡瓦罗，你不得好死！圣境4重，不，甚至摸到了5层的门槛儿！可惜呀，这批韭菜本来还能先养养，若非为了那把上古神器诸神圣剑，本尊也舍不得现在就杀鸡取卵！浩然宗圣祖是吧？你杀我儿子，挡我道路，这仇到时候清算了。等我夺了神剑，把你们浩然宗上上下下都吸干，成为我的养分。秘境提前出世，难道说那老不死的提前动手了？哼！想捷足先登，错梦！那把剑只能是我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江灵儿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孽畜，竟然能如此精准地堵住我所有逃跑的路？难道今天我非要死在这不可吗？多亏了我了解圣祖，知道他老人家喜欢低调，特意起了个大早，让人在山上山下所有的小道上蹲守，才能有幸与圣祖一同前往。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秘境之上，正是我逃跑的好机会。检测到圣剑秘境已开启，请宿主扮演圣祖，代表浩然宗进入秘境。完成签到任务后，可获得修为奖励，累计修为预计达到地境9重。修为，终于又发修为奖励了。不过这么简单，只要进入秘境打卡就算完成任务，这不会有诈吧？本系统童叟无欺，进入秘境前可以选取一件道具，任务失败直接抹杀。什么？不进去还得死？你这个狗系统！圣祖腰板挺直了，又露出这种手到擒来的表情，看来这次稳了。听说圣剑秘境50年才开启一次，可始终没人拿到那把圣剑，想必秘境中危险重重，九死一生。之前没能拿到圣剑，是因为圣祖在闭关。如今圣祖出关，圣剑必定要被圣祖给拿下的。夺取圣剑十死无生的好吗？打完卡以后，我就找个地方苟起来了。这圣剑谁爱要谁要，别来沾边。呸！圣剑是我浩然宗之物，他一个没有修为的冒牌货也配取得？等我在秘境中杀了他，再狠狠报上次羞辱之仇。坏了，催命的来了！万法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万法？难道是上界神剑的高手？万法道君？万法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可把我害惨了！无极魔君，上界堕入魔道的无极魔君，居然也来与我们争夺圣剑！叫无极道君，万法道君，你好得很啊！竟然敢如此暗算于我！他在跟我说话，我什么时候惹他了？万法？谁是万法？
认错人了吧，大哥？你谁啊？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圣祖真是太霸气了，连上界凶名赫赫的魔君，在圣祖眼里不过就是一条挡路的野狗。莫非圣祖实力不止于圣境那么简单？你说什么？哇，不愧是师父，面对高出一个大境界的神境对手，居然也能如此不动如山。看来师父道行早已超脱圣境。圣境？不早说！好，万法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圣剑秘境的入口真正开启了。圣剑秘境居然在这个时候开启了。万法这个老东西一动不动，难道他早算出了秘境开启的时间，想借秘境攻击于我？他不屑于对我出手，这老东西还是一如既往的深不可测。入口开了，可这动静也太吓人了，真就直接上？急什么？圣祖还没动呢，万一有埋伏呢？秘境开了，圣剑就在里面，可这老东西不动，莫非有什么后手？先看看再说。别冲动，静观其变。吓死我了！感谢地震救了我的狗命。江师姐，圣祖还不动，我们真就一直待着，万一圣剑被抢走了怎么办？师父，你怎么还不祭剑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也想走啊，这么高我又不会飞，我能怎么办？愚蠢！此人分明没有灵力，不会御剑，却故作高深。你们也要跟着一起耗？谁愿与我一同御剑进取夺剑？你们怎么回事？不想问浩然宗夺剑了？你们两个终于学会了动脑筋，领会到圣祖的真意了。圣祖不动，定然是现在不宜轻举妄动，大家都安分点，等待圣祖的进一步指示。一群蠢货呀！浩然宗怎么会有你们这些废物？老这么干站着也不是办法呀，我还得打卡签到呢。系统，刚才你说能领一件道具，有没有什么道具能让我靠近秘境入口的？一位宿主发放超长伸缩梯，是否领取？梯子，真有你的，就没有出场逼格高点的道具了？我现在可是圣祖啊！检测到宿主为战五渣，其他道具无法使用。别骂了，贞子，梯子就梯子吧。领取。圣祖居然要爬上去！累死我了！这秘境入口就不能迁就一下普通人吗？怎么不把门开到大气层去？看着头胎啊！我操！圣祖，你这是在体验生活吗？你的圣境修为去哪儿了？给大家展示一下呀！真不知道这群蠢货是怎么想的，居然对你这个废物坚信不疑。要不我们御剑飞上去，比爬梯子快多了。圣剑可不能被别人抢了去。疯了吧？圣祖都没御剑，万一御空真有危险呢？再说了，那无极魔君和凯瓦罗都在，我们上去也是送菜。真是没想到，这废物就是他们口中那个大恐怖，气息紊乱，爬个梯子都脚步虚弱。我竟然被这种货色吓得失了方寸。看来真正的对手只有他。至于这个废物，等我拿到圣剑，顺便捏死他。
这个老东西搞什么名堂？爬梯子进秘境，莫非这梯子有什么玄机？还是说他故意引我们上当，御空就会触发秘境杀机？先不急，先看看。爬梯子多慢，趁他们都盯着这个老东西，我偷偷御剑上去，圣剑就是我的了。万法，本尊原以为你准备了底牌，现在看来，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是本尊高估你了，你就在这里慢慢爬吧。圣剑，本尊笑纳了。呸！有本事你真飞上来，小心你撞南墙！圣祖这般姿态，会不会有些失身份啊？先等等，圣祖行事一向深意。各位承让了，小妹先行一步，替各位探探路。一时失察，竟然让这个贱人抢了先。怎么又是我？已经第2次了。这入口分明毫无法阵气息，为何会有剑阵守护？蠢货，谁让你贪功冒进的？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容易进，还好我没冲动。活该，谁让你逞强，想独推圣剑，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自不量力，自以为有点修为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下吃到苦头了吧？蠢货一个，正好替我探了路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听着动静，好像有人摔下去了。不管了，先爬上去打卡再说。快了，马上就到顶了。我不行了，系统，下次能不能给我发个电梯啊？一群胆小鬼，这就怕了？此地乃是圣剑秘境，有剑气守护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谁让他不做好防护就往里硬冲，活该！看我的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的护体罡气怎么不管用了？不好，圣祖上面风声太大，似乎没有注意到入口有剑气守护。不行，我要上去把他拦下来。圣祖进去了。进去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是个废物啊！连准圣护体都被一击轰碎，他身上甚至没有灵力波动，这怎么可能？肯定是搞错了。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，自己看不清形势，还要空口污蔑别人，我都替你们感觉到羞耻。你以为圣祖放着御剑术不用，为何辛苦去爬梯子？因为此地是圣剑的埋骨之地，御空是对圣剑不敬，才会遭受到此报应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圣祖这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求剑问道必须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想要进去，必须要怀着诚挚之心，像凡人一样爬上去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会是这种肤浅的原因嘛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哼。真的有用，连这都给他算到了，这是何等的算计！本君已经几千年没爬过这梯子了。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你下来！你让我下来！这个让本尊先来。起开，扶着。
算进来了吧？系统，我奖励呢？恭喜宿主顺利进入圣剑秘境，奖励修为地境9重，是否领取？先帮我存着，什么时候到圣境了一起给我。现在外面随便一个都是天境高手，一个地境他也不够看的呀，我又不跟他们争。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再说。一位宿主存储修为，宿主第一个进入秘境，获得暴击奖励炎出法髓体验卡，在此秘境中拥有炎出法髓的力量。炎出法髓啊，那岂不是就是法则之力？给我来个鸡腿，我饿了。炎出法髓之力无法获取有形之物，连个鸡腿都不能给我变，这也太鸡肋了吧！我要它有何用啊？算了，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免得一会儿他们打起来，血溅到我身上。万法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万法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怎么是你们？至于他们人呢？怎么把我跟这几个煞星关一起了？别找了，秘境入口有随机传送法阵，这里只有我们3个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他们的保护，你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伤我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万法，这里没有别人，本尊也不装了。当初你用玄天宝珠故意伤我，害我丢了好大的面子。今天我就要送你跪下！九天玄雷，听我号令！别打脸！堂堂的万法道君，现在这副样子，倒真像个可怜的畜生。可惜啊，你求饶是没有用的。你来！九天玄雷，来！道君您是不是解错手势了？放屁！本尊不会错。九天玄雷，听我号令，劈死他！给我劈死他！糟了，我的灵力也消失了。这秘境居然是个禁魔秘境，所有人都没有法力，那岂不是说大家现在都是普通人？那我还怕个什么？哈哈！终于发现了吗？本座早已更改了此处的法则之力，现在你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还想杀我，痴心妄想！本座劝你们束手就擒，免受皮肉之苦。什么？爽啊！终于把这个逼装出来了。你少得意！我们没有法力，难道你有？若你有，怎么不现在劈死我们呀？一个女人，一个细狗，也轮得着本座大动干戈？万法，你别得意。就算没有法力，本尊的肉身也是经过千锤百炼，炼一个弱鸡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本尊现在就要锤死你！一起上！是道君。系统，给我服用大力丸，我要暴打他们！我现在感觉力大无穷。去死吧！千锤百炼的肉身，也不过如此。你又羞辱我！道君，你没事吧？你傻！圣祖饶命，奴家只是想怕你受伤，所以前来查看一番。你当我傻叉呀？无敌复活轮！怎么回事？
这个废物眼神好可怕。圣境高手都被他给放倒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小子之前都是在藏拙？不，这小子一点修为都没有，想要打败道君，没有任何机会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无极道君在夺取圣剑的时候，遭到这个小子的偷袭啊，所以才会受到圣剑反噬，重伤倒地。不可能，毕竟无极道君就算失去修为，也不是一个脆弱的凡人能够打伤的，只能是圣剑反噬。唉，你们俩又知道了。那你们说说，这圣剑在哪儿呢？那就要问你了。此地乃是剑圣作化之地，圣剑就藏在此处。识相的就把圣剑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可就对你不客气。想要圣剑？对，今天要是不把圣剑交出来，就休想活着离开此地。快说，诸神圣剑你藏到哪儿了？过来，来，算你识相。来，你也过来。你想干什么？别耍花样！哎，这圣剑只有一把，你就不怕他坑你？毕竟这圣剑拿在他手里，那也是我浩然宗的东西。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倒要看看他搞什么鬼。无论如何，圣境5重的实力，捏死他也是轻而易举。师傅，徒儿来帮你。是不是给你们脸了？让你们来不说，让你们自讨无厌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，个个针对我。圣祖竟然这么生猛！怪不得圣祖平时不轻易出手，原来是不屑于出手罢了。师傅好帅啊！平日里大家都依赖于法力，如今在这封魔之地，坚持不用法力的师傅变成了唯一一个神力盖世的人，这就是一力破万法。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圣祖之前在爬梯子，其实是在热身，是在适应这里的法则。难怪圣祖不屑于法力，原来强悍的肉身才是圣祖真正的底牌。别打了！万法，我错了，你是圣境巅峰肉身，我服了。咱们两个在圣界还是兄弟呢。够了！我周阳乃是浩然宗祖师血脉，岂能受此奇耻大辱？是你逼我的！你以为这里不能使用法力吗？此地乃是诸神圣剑上一任主人的陨落之地，那位的力量在此不受法则限制。周阳，恭请诸神魔君降临，烧光这里所有人！玩赖啊！说好的禁魔领域呢？怎么还能召唤代打呀？这是诸神魔君的一缕残魂，这老不死的嗜杀成性，根本不受法则限制啊！周阳，你这个疯子！完了呀！我们现在都是肉体凡胎，这东西不是分分钟把我们都
碾死吗？闭嘴！血，我要血！那就从你开始吧。师傅，快跑！哎呀，没有大力丸了！圣主光环发动！哎呀，这个也不行！系统救命啊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哎，你敢伤我，你遭雷劈！这是天法。言出法随。你再敢动我，你左脚绊右脚！你屁股挨刀扎！你脚底受冻疮！你被雷劈成渣！看到了吧？这才是圣祖的终极手段。我江灵儿从头到尾都没有跟错人，圣祖是最强大的。恭喜宿主得到诸神圣剑，获得暴击奖励。想不到他们争破头的东西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是诸神圣剑，圣祖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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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回宗门。